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，是什么戏法啊？将缩草树的树叶压干，再将另外制好的毒汁反复浸泡，再压干。经过反复数次，汁液早已随着树叶的叶脉被制成了纸。可是单纯的纸，我们已经试过了呀，没有毒。德妃做事必定心细，她选的毒只会在受热的情况下散发出来。而太子书画写字，自然是本人秉烛离得最近，再加上冬季宫内多有暖炉，室内气温偏高，更加利于毒气的扩散。那你刚刚岂不是也？快叫大夫哦！哎，不用了，一张纸的毒能有多少？润物细无声，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。我知道了。他们说公主进入道馆后，反而病情加重早昏，肯定是公主平时没有什么事情，只能书画画，真是杀人于无形啊！啊，那个小册子，上面写道：太子因嫌纸太厚，就没有用那个纸，又怕驳了德妃的面子，然后就一直搁置在一旁。所以太子只是身体欠佳，而没有死，一切都串起来了。德妃对太子下毒，有了。此事当真？他们连证据都拿到了。快，给我备车！不，备马！我们只要找人去太子府里再取些样纸，这证据啊就都有了。有太子亲自出面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看德妃还怎么逃脱。那个，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又想溜啊？就这么想走？没有什么想单独跟我说说的吗？他们说，那天你在洞口骂我骂了很久。那个，我那次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有点害怕了，我怕你真的死了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嘛，我知道，你担心我，你爱我。你疯了，别人看见怎么办？你是我御赐的夫人，谁敢有异议？反正之前也没有八抬大轿，不算数。你要是拿出点诚意的话，我还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你也得答应我，这一辈子，不，下辈子，下辈子，你要一直和我在一起，给我生好多好多的宝宝，生满一院子。你当我是母鸡下蛋啊？孵出一窝小鸡来。啊，说到鸡，我又饿了。